嗨嗨嗨嗨，關人婷啊！今日11月10號星期一，喺我講之前，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 ，share 俾朋友，同埋喺條片下面讚好啊 ！Thank you。颱風最新消息，天文台話中午12點4個字會掛1號風球啊！呢個熱帶氣旋鳳凰喺今朝早6點幾進入咗本港800公里範圍內啊，其後由強颱風減弱咗為颱風啊。按照而家嘅路徑嚟睇，鳳凰會喺南海東北部轉向偏北方移動啊。喺聽晚至到星期三呢，會最接近本港，以香港以東400公里外掠過啊。天文台會視乎鳳凰嘅強度變化，與本港嘅距離同埋本港嘅風力，去評估需要改發3號風球。預計風勢頗大，海有湧浪，天氣稍涼啊。本週中期市區氣溫會降至20度左右啊，沿岸低窪地區可能會出現輕微嘅水浸啊，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呢個天氣消息啦。跟住落嚟想講下藝人海俊傑啊，佢8號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表示，佢太太莫家慈患上咗急性肝硬化，佢太太其實已經喺香港等緊換肝噶啦。現時獲轉介到廣州中山醫院啊，佢希望市民可以幫佢籌備醫藥費啊。有專科醫生估計，海俊傑所指嘅應該係急性肝衰竭啊。呢啲病人若果完全喪失咗肝功能呢，又未能夠及時換到個肝呢，佢嘅存活期係少於1個月啊。專科醫生又表示，全港唯一一間公立醫院會做換肝手術嘅就係瑪麗醫院，達到世界一流嘅水平。佢就話佢未曾聽過需要轉介內地啊。腸胃肝臟科醫生話，醫學上並冇急性肝硬化呢個病嘅，估計應該係急性肝衰竭，係指肝功能突然間喪失，患者會出現黃疸、水腫，最終可能陷入昏迷。講到早期嘅病徵，專家醫生話佢會出現食慾不振、上腹脹滿等，亦都有可能出現日夜顛倒、言語混亂、記憶力下降、手腳唔協調等中樞神經功能變弱嘅表現。香港最常見嘅成因就係乙型肝炎，導致呢個急性肝衰竭啊。佢解釋，乙型肝炎病毒通常長期潛伏喺體內，可能因為多種因素突然間發作，包括女性產後啦、使用類固醇啦、抗排斥藥啦、免疫控制劑同埋化療藥物等，仲有抵抗力突然間下降。此外，酒精性肝炎同非酒精性脂肪肝亦可以導致急性肝衰竭嘅。專家醫生更加表示，若肝衰竭已達唔可以逆轉嘅階段，死亡風險係極高嘅。佢話而家醫學尚未可以以人工方式完全替代肝功能啊。若病人嘅肝功能完全喪失，即使用盡治療，都只係可以最多存活到唔超過1個月啊。若患者仍有保留部分嘅肝功能，咁可能呢，等待嘅時間就會較長，亦都有啲案例等待嘅時間係比較長嘅。遇上肝衰竭需要進行肝臟移植手術，但係香港嘅屍肝供應長期都係供不應求啊。慢性肝衰竭嘅患者可能需要等待數年啊，而且急性肝衰竭嘅患者等到屍肝嘅機會率唔高，多數都係需要依靠親屬活體捐贈。對於海俊傑指佢太太曾經喺瑪麗醫院留醫，其後轉介到廣州中山醫院，呢位專科醫生話佢未曾聽聞過咁樣安排啊。佢提到瑪麗醫院喺換肝手術方面係世界一流嘅水平，佢應該足夠俾患者提供全面充分嘅治療。
技術上應該唔會向外尋求支援嘅必要，所以佢話呢個情況好罕見啊。海俊傑話佢太太而家要籌集150萬嘅手術費啊。喺片中見到佢神情憔悴啊，仲多次痛哭，情緒崩潰，令人心痛啊。佢仲話其實佢已經喺朋友身上籌到70萬㗎喇，但係佢嘅目標距離仲有一大截啊。佢仲話佢5日前已經嚟咗醫院，而家太太入咗 ICU 已經3日啦，每日要成3萬幾蚊人民幣啊。呢度啲醫生都好好㗎，話個肝已經有，呢1、2日就可以換㗎喇。其實喺香港選擇捐贈器官嘅人真係比較少㗎。全港平均每日有超過2500名病人等候器官移植啊，但係過去呢3年，每年只有大概百幾宗移植嘅個案。瑪麗醫院喺較早前喺1日入邊完成咗4宗器官移植手術啊，包括咗1名多發性肝囊腫嘅女患者，輪候肝臟移植3年啦，已經每星期都要去醫院抽腹水啊。最終於今年較早嘅時間接受咗手術，得到改善生活啊。佢話佢未來希望能夠去旅行，想自己去多啲旅行，做返之前冇做過嘅嘢，同埋希望可以返到工啊。醫院都喺度呼籲市民登記做器官捐贈者，幫助更多有需要嘅病人。睇返瑪麗醫院早前嗰1日裏邊進行咗4宗器官移植手術，包括2宗肝臟移植、1宗肺臟移植同埋1宗腎臟移植，嚟自外科、心胸外科、內科、麻醉科、臨床心理學家等多個團隊，約50名醫護人員喺38小時裏邊接力工作啊！真係非常感激啲醫護人員啊！器官捐贈會係點樣嘅機制呢？當病人被判斷腦死亡嘅時候，醫管局器官捐贈聯絡主任就會查閱衛生署嘅中央器官捐贈等級名冊，了解逝者有否表達捐贈器官嘅意願，同埋仲要取得家屬書面嘅同意書。團隊會再為捐贈者進行詳細嘅檢查同埋評估，進行捐受者嘅配對，再派員為捐贈者進行器官摘除手術。而家有意喺死後捐贈器官嘅市民，可以經由郵寄、傳真、網上、親身登記。市民可以選擇捐出所有適用嘅器官及組織，亦可以指明淨係捐出部分，例如心臟、眼角膜同埋皮膚。唔知係咪香港係比較一個傳統嘅國家，遠遠捐贈器官嘅人數都唔及外國啊！希望海俊傑可以盡快幫佢太太籌集到資金啦。跟住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大學嘅鬼故啊！以前一直都有聽過呢啲傳聞噶啦。話說我朋友讀大學嘅時候都聽過唔少啊。雖然唔可以去引證，但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啊。我朋友話有人話音樂室裏邊有一張人像畫，每晚7點後佢就會對住人微笑噶啦。我第一個想講嘅就係香港大學啦。呢件真係真人真事嚟嘅喎。個故事發生喺80年代，當時香港大學醫學院啱啱成立嘅時候，有一位醫學院嘅新生參加咗學校舉辦嘅迎新活動，而當時係好流行將啲新生反鎖喺呢個停屍間，呢啲恐怖嘅活動㗎。喺深夜嘅時分，一眾師兄師姐亦都打算捉弄呢位新生啊！佢哋把呢個新生反鎖咗喺呢個停屍間入邊，並要求佢獨自逗留1個夜晚啊！呢位新生當晚嘅遭遇，
冇人知道，但係又引嚟一個好恐怖嘅結果。喺第二日，啲師兄諗住打開個門放人嘅時候，佢竟然發現呢個新生正喺度食緊啲屍體嘅血肉啊！而啲目擊者仲話見到佢身上面有多處嘅傷痕同埋牙印啊！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嘅一個新嘅學年，香港大學發出咗一份校刊，內容均有記述呢件事嘅，令人注目。校刊仲列出咗一堆守則啊，其中一項係唔容許把學生軟禁喺殮房或者停屍間啊。如果唔係真有此事，點解又咁強調唔可以軟禁、唔可以喺殮房呢啲字眼呢？香港大學仲有一個係四不像啊，四不像係位於主入口石梯嘅兩旁啊。一般人以為四不像只係有前門嗰一對，其實後門都有一對噶。相傳學校係為咗把關擋煞之用噶，與古時貼住門神有相似嘅概念。關於四不像亦有一啲怪談噶，因為四不像長期屹立，故此佢吸收咗天地日月精華而成咗精啊，故此存有靈性啊，唔可以刻意隨便冒犯佢噶。曾經有個學生唔小心跌倒，整爛咗佢其中一個四不像嘅尾部，結果佢第二日趕住去考試場期間，喺港大奪命馬路之中嘅薄扶林道俾車剪斃啊！唔知係咪真係咁巧，定係真係遭遇四不像嘅報復呢？咁就不得而知啦。聽日再講埋其他大學嘅靈異事件俾大家聽下。好啦，咁今日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呢條片啦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 ，share 俾朋友，同埋喺條片下面讚好啊！Thank you，拜拜。